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由 Eunice 同大家入伙 Home Tour。唔知道講起歐式風格，大家會諗起啲咩呢？係水晶燈抑或拱門？今日我哋嚟到炮台山，帶大家參觀一個啱啱裝修好嘅兩房單位。新屋用咗現代歐式風格，簡約之餘，仲有種輕鬆寫意嘅感覺添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去睇下。呢個單位面積有580尺，住咗一家4口，但係業主2個小朋友而家喺外國留學，所以大部分時間都係得業主夫婦住嘅咋。設計師用咗唔少弧形同埋花線等嘅元素，營造出現代歐式風格。顏色咧就用咗業主中意嘅奶油色。一入屋首先會經過呢個玄關位，設計師特登喺呢度做咗塊色板，可以用嚟掛手袋或者外套。呢度仲有張凳，方便業主出入嘅時候喺度換鞋添。而右手邊係一組大型組合櫃，近大門嘅轉角位就用嚟做鞋櫃。中間部分原本有隻對流窗，但係景觀唔係咁好睇，而家咧就用咗弧形百葉門板遮住佢。下面做咗一張伸縮餐台，拉開之後可以坐到4個人噶，俾業主招呼朋友就啱晒啦。平時用唔着嘅凳咧，就可以放喺隔籬嘅櫃入邊，係咪好方便呢？餐台後面留咗個位，將來會喺度放琴，上面仲有玻璃櫃添，可以擺小朋友嘅獎杯同紀念品。為咗令成間屋感覺開揚一啲，而家廚房改咗成半開放式，向住客廳呢面就做咗張吧台，俾業主平時喺度食飯。吧台近牆邊位置有個插蘇位噶，可以用嚟放咖啡機啊、飲水機啊之類嘅小家電。廚房而家左右兩邊都有工作台，而且設備齊全，有明火同電磁爐頭、洗衣機、焗爐、洗碗碟機，仲有位放雪櫃添。為咗有更多嘅儲物空間，客廳都做咗大型電視組合櫃，電視可以掛牆噶。業主揀咗張矮背梳化，咁就可以毫無遮擋，一眼望晒成個廳啦。單位其餘空間由一條長走廊嚟到連接，廁所以卡其色做主調，重新做過洗手盆同埋鏡櫃。原本嘅浴缸呢就改咗做淋浴位，加裝埋玻璃浴屏添。小朋友放假返嚟都要有地方瞓噶嘛，而家客房呢就做咗小朋友房啦。呢度做咗張組合床連書台，上層係瞓覺嘅地方，樓梯位置有唔少收納空間噶。另一邊嘅儲物櫃隱藏咗一張床啊，咁2個小朋友一齊瞓都冇問題啦。主人房喺走廊嘅最盡頭，設計師希望營造出大自然溫暖同埋舒適嘅感覺，所以地台床用咗木紋飾面。業主想有多啲收納空間，梳妝台咧就由衣櫃呢度延伸出嚟，仲可以當床頭櫃用添。梳妝台仲收埋咗 LED 鏡，隔籬嘅櫃做咗拉板，方便拎入面嘅護膚品出嚟用。衣櫃仲特登做咗玻璃位添，業主太太就可以 show 晒啲手袋出嚟啦。今次設計加裝修一共用咗75萬，其中家私佔咗大部分，其次就係泥水工程。我就覺得呢間屋優雅得嚟，唔會老土，同埋最緊要嘅係做到業主想要嘅空間感。唔知你又中唔中意呢種風格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！如果想睇多啲靚盤，記得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嘅資訊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